停车的话，当然是位置的这个数量是比较不足啦。这边是一个蛮热闹的地方，那外地来的这个民众到这边来，其实停车的问题是一个蛮需要解决的，没有错。因为这边在旁边有一个崇德市场，所以呢，大家来这里要购物的时候也停车非常不方便。那再加上我们常常文化中心的展演也非常的多，所以每次要来观赏展演的人呢，就会受到这个停车的影响。金马个不高因为我们东区的人口密度应该现在还是维持18万多嘛，所以确实停车位是不足的。文化中心有重大的展演，就不会看到那一种拥挤的停车问题，不然以前都塞在前面，塞整个让这边的市民大家唉声载怨啊，现在应该是不会了。那毕竟它设计的也很漂亮啦，1、2楼是展演场，跟整个文化中心有结合，所以蛮期待这个。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台南市东区文化中心周边有市场、百货、饭店等等商业景点。假如又碰上假日文化中心展演，停车位常常是一位难求。台南市府积极与中央争取前瞻计划经费，将新建停15立体停车场。这是一座地上8层、地下1层的立体停车场。除了地上1、2层会规划成文艺展演的空间外，其余的空间将可以提供219席汽车停车位及279席机车停车位，大大改善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预计112年会启用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交通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交通局局长王明德。我们今天动土的这个文化中心的停车场，那这个是利用原来的平面停车场改建成立体停车场，地下1层可以提供279席的机车停车位，地上1、2楼是文化中心的这个多增加的展演空间，3楼到8楼呢可以提供219席的这个汽车停车格。那相对于现在原来的这个平面是50席的汽车停车格，可以增加4倍多的停车供给。我们预期就是这个工期大概是要2年所以这50席的平面停车场在这2年之间的时候呢，暂时就没有办法使用。不过我们也为周遭的市民朋友提供这附近的这个停车格的这个资讯那市民朋友也多下载台南好停 APP 或者是上我们停管处的网站，我们会提供这周遭附近的这个停车空间，在这个2年的期间呢，可以让大家来应急使用那我们也希望崭新的这个立体停车场的设计，可以跟文化中心的这个建筑来融合之外，也可以带给周遭的市民朋友更好的这个生活品质跟更多的这个开放空间的使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阮家欢收看10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市长上午前往台南火车站参加120周年的文化慈善展览，却突然冲出一个社员跳跃滑铁称呼学生，会中甲警方发生严重的推杀冲突。再来看现场情形。为了庆祝台南火车站120周年，嘛是迎接年底台南市改制10周年活动，文化局特别伫第1月台展出100年火车的过去、现在甲未来。不过记者会中，市长亲临现场宣传，突然盛大02设定国校学生冲出来，手提拆树林厝幸灾乐祸等标语抗议，强调政府征收人民土地停事无正义，互因不得不站出来声援拆迁户，去接受警察暴力对待，一声一声要求市长面对，现场爆发推杀冲突。虽然会中市长尊重学生的空间，但是并无容忍因言语言的暴力。我们觉得民主社会本来就可以容忍不同的声音了，但是不能容忍用言语暴力跟肢体暴力，这是我们要接受的。伫铁路局人员到人小解展览过后，市长直接甲抗议学生代表面对面沟通，就有耐心听因的诉求，予以回应。我们是代表庞大的抗争者。那你不能代表台南市政府吗？不能代表台南市民吗？
我没有要代表台南市民，我今天只是代表受到暴力的学生提出我们的委屈跟我们的诉求。那你的委屈跟诉求就是在于警方执法，是不是？警方执法的部分我们去检讨。行政程序上面的不严谨、不民主。如果行政程序不严谨、不民主，我们会检讨行政程序。那你有陈情书吗？你有书面的要告诉我，让我们可以调查吗？我们回去准备，因为我们是一群，我们是一群没有这样子经验，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政治场域是如何运作的学生。那你要知道说要依法办理吧。是，那我们现在知道了，那你们也请依法办理。对。虽然简单5分外钟的对话，并无到满足学生的质疑甲声援的意识，不过毕竟市长并无闪避愿意听因的心声，希望因用书面的陈情书才予以回应。当然，火车站面临地下化的未来，已经是多数市民的期待。过程当中，接受铁千户的牺牲，市长以大局为重，嘛公开表示感谢。台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面对台南体育大学最后一号单届铁千甲学生向抗议的突发事件，市长再次感谢所有铁千户的体能牺牲，下晡嘛是地来到照顾主体关心，了解因的生活需求，强调市府会以上大诚意尽力来提供协助。市府为了照顾体育大学铁千户大的问题，专案提供照顾主体，经过将近3档的规划兴建，目前成果比例已经90%。市长为替上午特别前来关心，会中这位铁千户拄好是视障者，市长亲自甲伊3姐问，嘛听伊伫无障碍设施、伫就业以及居家服务的需求，伊答应协助处理。我搬入来遮，第一我感觉真舒服，无毋对。毋过大省就无迄个安全感。是安怎？嘿，我对迄个哇，迄个从贤山路要入来到这管理室，无导盲砖。啊，假使我若坐车，也是行到遮，我毋知会通迄个，啊，无法度入来到管理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咧讲吼，嘿，家己无法度嘿，无导盲砖都处理。嘿，啊，过来处理了。嘿，啊，过来第二就是讲，我要落去地下1楼那边倒垃圾的时阵对啊吼。因为有迄个车道嘛，啊，倒垃圾你家倒粪扫，嘿，我家倒粪扫，啊，无咧定人麻烦人嘛足歹势。嘿，这长期的呢，毋是短期的呢，都会个垃圾分类的呢，吼。啊，即摆落去对哦，啊，即摆车有咧走，啊，若无，总讲我安尼定向无要紧哦，啊，若假使车若倒来啊，啥有迄个声音。我就乱哩都也无迄个粉色，这啦，凡是甲行对车顶去哩。嘿，这是讲看。导盲砖伫咧你外口入来的过程，啊，甲你要落去地下室的过程。好，安尼我来做，这我来做。我们也要履行对于原先包括赖前市长、李前市长他们的承诺，对于被拆迁户还是要持续的照顾。好，那不是他们搬进照顾宅就没事了。我们一方面关注他们生活是不是 OK， 另外一方面也关注他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诉求。我觉得其实没有人希望被拆房子，所以我在当天第一天的时候，面对陈家、黄家他们房子被拆迁的时候，还有所有其他房子被拆迁的人，我们都表示感谢他们的牺牲。接线市长随着视障者的脚步来到伊的徛家，曾世表示，伊73岁有机会住新厝是真欢喜嘛真舒适，只是也需要贷款200万，所以才提出就业的需求。对此，市长表达非常感谢因的牺牲来成就铁路大化，嘛强调市府一定会确实安置铁千户，随时关心因的生活品质。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美国含有300种的猪肉将伫明年开放进口，如何为学校午餐来把关，嘛成为各界关心的焦点。对此，市长则让莅临各小了解午餐验收的机制，并且使用快速检验的器材来现场抽验，等行为食品安全把关的决心。因明年1月1日起，含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将开放进口。台南市超前部署，采购莱克多巴胺检测试剂，提供予学校抽检营养午餐肉品，保障学生食拢是符合规定的国产猪肉。台南市长黄伟哲15日特别前往北区莅临国小，视察肉品抽检的状况。7、8分满。还要等多久？等大概2-3分钟，它就会跑出来了。那今天要看校方他们的一个操作。
我想说，莱克多巴胺这议题不是因为有新闻热度大家就来一下，我们是台南市政府是玩真的，所以我们会持续关注，而且持续要求学校、团膳，还有这个供应业者，还有大卖场，他们要做好这个莱克多巴胺的把关。教育嘛精心设计学校午餐新鲜肉品选购6日月，提升学校食材验收以及国产肉品选用的要项。我们也定出了一个口诀，叫做选西鲜，检验退。那选呢，就是选认清这个肉品的主要来源啊，事实上追溯肉品的来源是最重要。第二个 C 呢，就是优先选用CAS， 那么国产的这个猪肉。那第三个部分呢，就选择新鲜食材，因为进口的一定是冷冻的，那我们优先来选用我们新鲜的食材这个肉品。那我想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来讲叫检验退，检呢就是减少加工食品，大家会担心加工食品是不可见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尽量减少。另外，我们也会去看它的标示，我们营养师呢都很专业的，这没有问题。第5个来讲就是验，就是不定期的透过莱克多巴胺的检验试剂来检验食品。那如果有检验确实，我们移送卫生局就依法来裁罚。最后一个退不合格的厂商，我们当然就拒绝往来。为了加强检测频率，市府配合学校莱克多巴胺快速检测实剂，为1档5剂数量改为1学期5剂。未来若是经费充足，可能还会增加配给的数量，强化学校午餐食品检测机制。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提醒驾驶违规，毋是只有罚款而已，参照超速、闯灯等等，拢会合并记点的处分。对此，采管中心表示，半当内违规记6点以上，就要扣驾照1个月，累计上当驾照也会被吊销。相信真侪驾驶拢也准讲违规缴完罚款就无代志，毋过等到收到采管书以后，才知影佫有记点。所以采管中心特别召开记者会表示，有一寡违规除了罚金以外，也佫有记点。其中上接被记的，包括违规转弯变换车道有1点，冲红灯加红灯正弯拢是3点，就占85%以上。违规驾驶人在违规之后，那以为只要罚款就可以结案了哈。那事实上，在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3条里面有规定，那会针对部分的违规条款，会依照违规情节的轻重来会基于除了原来的处罚条款罚款之外，还会有违规记点的处分哈。那这个违规记点的处分，如果他半年内超过6点以上的话，就会记吊扣驾照1个月跟一并参加道安讲习哈。那我们所以我们目前在比较常见的违规的一个3大的记点的态样里面，就是包括不依规定转弯跟变弯车道，还有闯红灯跟红灯右转的部分哈。那这些点数，尤其是闯红灯跟红灯右转的部分，它的点数是3点哦，那很容易就积了6点，半年之内就会被吊扣驾照哦。所以我们这边提醒驾驶人哦，一定要千万不要违规。那如果有违规的话，可以透过一些查询的管道来提醒自己违规记点的情形，避免遭受吊扣驾照的处分。根据采管中心统计，今年1月到8月，因为违规被扣驾照的高达3399件，所以再次提醒驾驶千万勿违规。另外，交通监理单位嘛表示，因袂当一一处罚作为手段，也需要加强宣导，减少民众一再违规。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先去问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红红火，树头杯。以艺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今年昆新王平安夜节将伫11月14号登场，主办单位特别伫咱昆新大天府举办记者会，由今年度代言人环虎王爷红仔神尊来提前公布2款限量的盐福袋，希望为全民祈福保平安。2020福气丰收满天下，昆山王平安延祭正式开跑。咱昆新大天府不但是珍贵国定古迹，也是上古老的王爷信仰中心。所举办的昆新王平安盐节，今年已经迈入第18届。该活动融合传统宗教艺术、民俗技艺以及北门在地盐乡文化，丰富的内涵呈现出台南新旧的文化底蕴。伫今年的昆新王平安盐节，也将伫咧11月14日、15日2天登场。昆新王的平安盐的祭典内底。但为11月14号、15号就开始。事实上，在11月14号、15号之前，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要来我们南昆山大天府作为一个台南的信仰中心，也作为宗教文化中心南昆山大天府，我想足侪人拢心向往之啦。借着这个机会，会当来咱的昆新王平安盐节吼。那么真感谢咱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一起跟我们台南市政府一起来配合南昆山大天府一起来办。咱这个平安节的盐是经过23个道长撇过，5王加持过，尤其是平安福袋啦内底有5王的福灵所以讲真侪人为着这个平安福袋啦会一直接伫。93年办迄时，伊就开始咧接这福袋啦所以讲有咧接个人绝对会到。除了平安盐节，北门地区伫10月到12月期间，佫推出一系列轻旅行的活动，包含正卡盐店西洋音乐会、单车闯关游戏、AR 单车实景活动等，非常欢迎全国民众一同来体验平安盐节，漫游北门这个盐乡小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今年全新飞舞台南舞蹈交流会10月31号将伫安平举行，到时将袂少全国知名的歌星甲舞团的演出。对此，主办单位全球流行舞蹈协会甲议员蔡淑慧共同召开记者会，欢迎民众到场观赏。由中华民国全球流行舞蹈协会举办的全新飞舞，逐档拢吸引袂少爱唱歌跳舞的大小朋友来参加。今年2020全新飞舞10月31日将伫安平的旋转餐厅来登场。上澳协会理事长王英忠特别透过议员蔡淑慧来召开记者会，希望为活动来宣传。这次的表演当然有包括我们的阳光舞蹈班、艳阳舞蹈班，还有林秀霞老师的团队、陈淑月老师的团队、庄雪香老师的团队。他们即将在2020，就是今年的10月31号，会在我们台南市的旋转会馆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新歌舞蹈的一个发表会。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王一中老师一直很推广我们本土的一个歌曲，结合本土的一个舞蹈，让大家能够相辅相成。创造更大的一个曝光率，创造一个更大的一个闪闪发亮的一个团体。所以这次的2020群星飞舞在台南，除了有很精彩的舞蹈表演以外，当然也会有很精彩的歌曲的发表会。所以借由这次的交流，我希望能够展现我们政府与民间对舞蹈运动的一个重视跟热爱。上午出席记者会，除了有各舞蹈团的老师带领成员现场表演，另外嘛有亚洲的网红林子成来献唱，并且由舞蹈老师来伴舞，场面热烈。风再大，雨再狂，阻挡不了它爱飞行。大雨之后，乌云散去，一抹残空，不曾离去。不曾放弃。在防疫期间，虽然民众无法度出国，难免心情有一寡郁卒。
因此，武道协会甲议员嘛邀请民众到时踊跃到场来观赏，希望会用歌声甲舞蹈来放松人民的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南明小姐协会今年一度的会员成果展，今年选择来到议会展出，会中参展的96件作品，已经不只是单纯欣赏石头的造型，而是充满想象的空间甲艺术价值，互人大开眼界。虽然是冷冰冰的石头，不过看伫收藏家眼中，这些拢是过去难得找到的珍贵雅石，甚至是真罕见的。来个搭配盆栽、书画等无同的媒材装饰起来，迄款丰富的造型甲意境，竟是一把充满创意的艺术品。每一档南营小姐协会透过会员的展览，不只是成果，同时嘛是一种比赛甲交流。协会表示，因强调的石头本体就一定要天然，无经过人为加工。基本上石头这种天然的东西哈，我们在欣赏它的时候，像我们办这次的展览的主题啊，跟我们评审的方式哈，第一个我们强调很天然哦，不经过人工的雕琢。再来，我们石头的种类这么多，那基本上我们从之前前辈人在欣赏的过程当中，我们体会出说，欣赏一个石头就是基本上要有欣赏它的瘦、皱、露、透跟齐，也就是说，我们欣赏它的造型之外，我们会先去看它的质、形、色，然后再去强调它的困难度。这种石头的种类，在大自然形成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多，还是非常的困难啊？那有一些石头它硬度很高，它会穿透，那有空灵的感觉，那基本上它的困难度就提升很多。今年协会将会员联展主题合作石艺风华，总共96件作品，不管台湾本土的石头，或者是进口的，所有会员拢加进脑汁，配合石头的形体甲造型来呈现，互人大开眼界。欣赏石头是一定是强调个人的一个雅致的哈。那我觉得石头带给，除了我个人的想法啦哈。石头这种东西要欣赏，它必须要把自我缩小，因为石头看起来很多都是山水景观、人物、象形，那这些东西除了要有一个想象力的延展之外，很多都是我们居家布置完之后，我们会去欣赏这样的一个角度，那可能是大山大水，那让我们会去想到说，宇宙万物其实人非常渺小，那。比如说，我们要欣赏这样的一个海景，那站在这个悬崖上面的一个人，那他在欣赏这一片，那我们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右边就是一片大海，左边是沙滩，那这样一个大山的景观，我们未必能够亲身去经历，但是透过这样的方寸之间，我们把个人缩小，就可以在里边游历其间，这是一个想象的乐趣。目前该展览一直到10月18号会伫议会展出，欢迎民众到场欣赏，看收藏家如何将大自然融入一个小小的布局当中，注入更较侪思想甲情感。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以上就是10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感谢你收看，咱再会。